发胰脏癌哦，初期无啥物明显的症状，治愈率是真高。台大病院医疗团队开发出全球头一颗人工智慧胰脏癌辅助的诊断系统，利用 AI 过去大约4成无法度早期检查出来的癌症，即马拢会当量早来发现。2公分以下的肿瘤，有法度会当检查到。患者会当量早治疗，5年的存活率本地只有1成，即马是会当增加到8成。也毋过，这项技术目前只会当自费。真出名的体育主播布达人，在生的时阵得到人讲是上好诊断出来癌中之王——腰鞘癌。伊伫2018年病逝，食到85岁。为着要突破诊断的困难，台大病院甲台大应用数学科学研究所合作，开发出全球头一套人工智慧腰鞘癌辅助诊断的系统。只要2分钟，就会当自动判读感受生歹命，准确率有达9.3%。影像本身它基本上是一个数据，我们要把每一张影像当作是一个数据来看，而数据透过 AI 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医疗团队表示，腰鞘癌的初期症状无明显，而且瘤是大了真紧，致死率嘛真悬。2023年已经加做咱国民众10大癌症死亡率第7位，一年有2879个人死亡。早期腰鞘癌伫电脑断层的影像当中，袂输是大海的梦尖，差不多有4成会去看无到。即马透过这套 AI 的系统，会当侦测出2公分以下可疑的瘤，互患者会当量早治疗。5年的存活率为原底10%提升到80%。如果能够再小2公分，第1期的胰脏癌就能够及时发现。那以现在的治疗的话，其实是有高达80%的机会是可以治愈的。但是，一旦超过2公分，这个肿瘤大概都会扩散到其他的地方。医师提醒，腰鞘癌较会出现伫咧侪岁人的身上，危险的因素包括有家族病史、食薰、甲糖尿病等等。不过，目前这套 AI 辅助诊断的系统健保是无给付，属于自费的项目。公司新闻台北报道。